今日面对中国不断扩大军事，这国防预算甚至是有关到台票将近8条。咱台湾今年国防预算嘛，才干那6470亿，是差人12倍。外交部长林佳龙嘛表示，咱的国防预算已经逐年拢有增加，已经占到总预算的17%。台湾也继续提升防卫力量，展现咱自我防卫决心。 中国无放弃武力拍台湾，持续军事扩大，嘛加关印太区域的局势。中国宣布今年国防预算挖8条的台票，那相比咱国的国防预算今年虽然已经提升到6470亿，也是差12倍。双方军事费用争差愈来愈多。针对中国要伫2027年有拍台湾的能力，外交部长林佳龙讲，对台湾有造成压力。2027年后年，这个很有压迫性的。 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，来设定某种程度也是建军备战要侵略台湾，但也是一种认知战。林佳龙表示，台湾徛伫战略的重要性，伫3个关键的前线，包括维权民主抗衡第一线、印太地区的前线，嘛是红色甲非红色供应链的上前线。因若中国军方伫疫情了后，增加扰乱台湾的力头，联合战备警巡愈来愈接。 2024年，中国就出动5000架次的中国军机，甲2000架次的中国军舰扰乱台湾。刘伟辉主委邱水正指出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展新的极权主义，目的是要并吞台湾，嘛是要牵制美国。习政权已大大的改变亚太的地缘形势，例如南海的军事化，推动"一带一路"，镇压香港2次回归，军事扩张威胁邻国，包括日本、菲律宾。 以及对台湾军机舰扰台，企图并吞侵略。它新增加的这个国防预算，很可能就是以海空的兵力为优先，其次则是核武战力，用来就是增加它的这个核弹头的数量，用在政治威慑上面，也就是嚇阻潜在可能会协防台湾的国家。针对中国军事费用愈来愈悬，外界解读是要增加吓惊台湾的力头，嘛要压制美国甲日本。有学者分析，中国暗算为陆权国家转变做海上的霸权。 军事费用会用来提升海军的实力，甲发展核武。伫无改变对方的想法的前提，达到中国的目的，也有吓惊以美国带头的印太国家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